Hello， 各位好嗎？我係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係 HCBS 最終規則嘅第6項要求，就係租戶保障。呢個要求定明你一定要同其他租戶一樣，得到同樣嘅保障。喺地區中心系統入面，我哋會採用承租合約。我哋而家返去 Sunny Oaks 睇下一隻污糟嘅碟，美國司法系統同一隻叫 Wax 嘅烏龜點樣幫 Steven 明白佢作為 Sunny Oaks 租戶嘅權利。做得好啊 Wax， 跟住坐低。弊啦，快啲，匿喺呢度啊！Hi Dexter， 有咩事啊 Nova 叫我帶你去開同屋主會議啊！弊啦 ，Nova 發現咗，我知道佢一定係想趕我離開呢間屋啊！Dexter， 你講咗咩啊？冇啊 ，Steven 俾人踢出呢間屋啦！咩話？點解啊？因為我一直喺呢間房度靜雞雞養住呢隻寵物龜啊！佢個名叫 Rex， 係我心愛嘅烏龜。哦，不得了，好得意啊！我好鍾意。佢係一隻細粒嘅龜仔，我一定要保護佢。好啦，就咁話啦，我哋要反抗啊！如果要趕走 Wax 嘅，我哋一齊走。要反抗？點反抗啊？你需要個律師。等我嚟啦，我做你嘅律師。你做我嘅律師？喺第5季 Lanterman 變身成為星之律師。哈，代表太空明星？唔係啊，係真嘅星星啊！啲行星告佢哋。哦，好啦，我可以做品格證人啊！我就會整個示威牌，一齊大嗌拯救 Wax！ 1、2、3，拯救 Wax！ Wax 唔可以走 ，Wax 唔可以走。發生咗乜嘢事啊？自我介紹一下先啦，我係 Dexter 銀河律師，我嘅當事人請我嚟阻止佢俾人驅逐出呢個住所啊！當事人俾人驅逐？講緊乜嘢啊？陪審團先生女士，容許我引述一句：如果一粒星星唔可以將我哋凝聚一齊，又點算係星星呢？而 Wax 就係嗰粒星星啦。其實佢好有道理喎。我作為專家證人，可以證實 Steven 一直都好細心，亦都好體貼咁照顧住 Wax。你哋究竟喺度講緊乜嘢啊 Wax 留低，唔可以走。你哋講嘅 Wax 到底係邊個啊？佢就係 Wax 啦，我心愛嘅烏龜啊！即係喺你房養咗佢成個月嗰隻？你知道啊？係啊，你仲記唔記得之前你叫我喺 Instachat 追蹤你啊？哦，係，你就係 Supernova 1983，求下你唔好趕我離開呢間屋啊！放心，唔會有人俾我趕出呢間屋嘅。其實我只係想同你哋傾下洗碗嘅問題啫嘛。Steven， 你係可以養寵物嘅。我可以啊？可以，細節寫晒喺你份承租合約嗰度嘅。咩嚟噶？就係你搬入嚟嗰陣簽嘅合約咯。你應該有睇噶嗬？有睇過。OK， 飯廳入面嘅所有人，我哋一齊睇一次啊！你哋要知有咩權利？你哋見到啦，雖然唔係度度都俾人養寵物，但係 Sunny Oaks 呢度係俾嘅，只要提供恰當嘅居住環境就得。清楚未？我嘅當事人認為可以接受。好啦，係咁，請你而家叫你嘅當事人去洗碗。如果唔執行嘅話，本席就告佢藐視法庭。好嘢！Steven 可以繼續養 Wax 係承租合約賦予佢嘅權利。Steven 仲知道佢應有嘅保障係同加州其他租戶一樣，每個住戶都有承租合約提供保障同指引。你要清楚明白你嗰份寫咗啲乜嘢。記住啊！你所屬嘅規劃團隊服務嘅宗旨係以人為本，而所指嘅嗰個人就係你。